各位粉絲、各位朋友，歡迎大家嚟到咧佛在星雲呢個頻道啊！嗱，今日咧好開心啦，為大家繼續講咧星雲大師著作裏邊咧一啲經典嘅文章啊！咁好啦，今日講呢個咩咧？今日講呢個咧就叫做生命的能量。咁啊開始咯喎！啊，大家聽住，佢話咧生命嘅能量咧有幾重？正如古人咧形容生死嘅時候就話啦。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佢話生命有幾重，亦都係咧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喎。佢話咧有啲人活着咧只為咗三餐糊口，苟且咧就生命啊。佢個生命價值咧就喺飯食之間，淨係食飯嘅啫。佢意思就係有啲人咧為咗造福社會，苦學利眾啊，甚至咧身係天下之安危，所以咧佢哋生命咧。有幾重啊？就可想而知啦。同樣係人啊，但喺遭受到綁票嘅時候咧，有啲人嘅贖金咧就10萬，有啲人咧就贖金咧就100萬，有啲人咧甚至乎1000萬啊。可見到生命嘅價值咧就有高低嘅咁樣。有啲人咧出生喺富豪之家，享受咧先人嘅餘蔭啊，但係咧飽食終日啊，冇發散到咧自我生命嘅能力。有啲人咧出身咧就好寒微啊，唔但只能夠立德、立功、立言啊，造福人群，令到萬民咧受惠。呢啲咧就即係咧佢嘅生命嘅能量啦，即係唔分別你係出身寒微或者出身有錢咧，你嘅生命咧都希望能夠有能量嘅存在啊！呢個能量係代表咧造福社會、造福萬民啦，甚至生係咧呢個社會嘅命脈所在啊！咁跟住佢啦話，工商政界咧為要功名成就啊，忍受社會眾人嘅歧視。佢話一旦飛黃騰達咧登上呢個寶座嘅時候咧，就能夠咧萬人景仰啦咁。所以咧一個人生命嘅能量咧係在於發揮嘅成就，在於有益人世。咁佢舉咗個例子嘅喎，講翻啲歷史啦嚇。咁咩例子咧？光緒皇帝即係清朝嘅光緒皇帝，同埋呢個宣統皇帝啊，佢咧就以童子之齡咧就即位成為呢個中國嘅皇帝。佢話咧唔管有位與否咧，但係從小咧就散發佢哋生命嘅能量啦。姜太公咧以80高齡咧，始為文王賞識啊，老來咧一樣能夠散發佢嘅生命嘅能量，即係唔理你係小朋友，唔理你係長者、老人家都一樣咧可以散發呢個生命嘅力量噶。佢話生命嘅能量咧就係真如佛性啊，係人人都有嘅，個個亦都唔會冇喎。只要睇到一個人嘅自我嘅努力咧，自我嘅時運啊，有啲人咧10載寒窗就空無人問啊，一舉成名咧就天下知。有啲人咧如蛟龍咧就困喺沙灘。但係咧個時來運轉咧就飛上九重天咧，此間嘅因緣咧就非常之重要啦。好啦，跟住佢又講咯，朱洪武咧能夠由沙尼咧成為皇帝，韓信咧乞食嘅於淮安咧，淮安一個地方嚟噶，終能咧聞達於天下，能量咧具備，亦都要靠咧眾緣和合先至能夠成就到嘅。即係要有眾緣和合啊！即係俗啲講叫做天時地利人和啦，同埋呢個人緣咧，係啦。佢仲有啦，佢話生命嘅能量咧係取之不盡嘅，用之不竭嘅，係無限無量嘅。過去世界咧發生咗能源嘅危機，各國咧就紛紛去呢個高山啦，唔好意思啊，深海裏邊咧去探勘呢個能源啊，甚至乎咧發明呢個太陽能啦。其實能量咧係吾人嘅心中裏邊嘅，佢話吾人咧要想發揮生命嘅能量咧，先要將心裏邊嘅源頭咧揾出嚟。佢話朱熹就講啦：問渠那得清如許，唯有源頭活水來啊！佢話如果咧將心中嘅盲點去除咗，咁樣咧智慧啦、慈悲啦、功德呢啲能量咧，自然啊源源不絕噶啦。咁仲有啦，佢話咧生命裏邊嘅能量咧係無限嘅，就好似咧你點樣去運用，點樣去運作
例如咧陽光咧溫暖人間就唔會運用，反而咧危害社會，呢啲就係浪費生命嘅能量啦咁樣。即係話你點樣去運用？你有咗一樣嘢啦，你點樣去運用咧？咁解啊？咁啊呢個生命嘅能量咧就講完啦。不過我想講多個俾大家聽嘅。嗱呢個嘅咧叫做愛情紅綠燈啊。咁而家咧啊坊間咧好多咧睇電視都多啦啊，好多因為愛情咧而發生一啲悲慘嘅事㗎。咁想而咧我就揾到呢段咧同大家講講嘅。嗱叫做愛情紅綠燈。好啦，咁開始咯。佢話愛情咧係維繫社會人間嘅一股力量啊。既然咧人係由愛而生嘅，咁就唔能夠離開愛啦。所謂咧愛不從不生婆娑。愛有正當嘅，有唔正當嘅。正當嘅愛咧就係綠燈，唔當嘅愛咧就係紅燈啦。所謂咧綠燈嘅愛就係古代嘅門當戶對、名門正娶，係合乎人倫道德、合乎社會公論嘅。正當嘅愛咧有合法嘅對象、合法嘅婚禮、合法嘅關係、合法嘅時空等等。所以咧佛教咧唔排除咧世俗嘅愛情，例如喺善生經同埋呢個玉耶女經裏邊咧，佛陀咧都告訴咗喺家嘅信眾裏邊咧，綠燈嘅愛情咧應該係點樣走法嘅。甚至到咗大乘佛教啊，呢個華嚴經啦、寶積經啦、維摩經啦，亦都強調咧大乘佛教嘅倫理咧、感情嘅生活等等嘅啊，佢講咗好多嘅佛經裏邊咧，都會包含咗講解咗呢個叫做愛情嘅紅綠燈呢樣嘢㗎。好啦，跟住再嚟啦。佢所謂紅綠燈嘅愛咧，就係唔當嘅愛情啦。就算唔係合乎倫理嘅道德，唔合乎身份，唔係正派嘅，係社會所不認同嘅。佢話例如冇獲得對方同意，一廂情願嘅追求，甚至咧以非法手段咧強迫對方順從，乃至騙婚、搶婚、重婚，法律所不允許嘅行為咧，呢種紅綠燈嘅愛情咧，前途必定咧係充滿呢個危險㗎。仲有佢話愛情本身咧係一個盲者嚟嘅，愛得過分分了頭啊，即係分庸個分啊，分咗頭，亂咗方寸，迷失咗方向咧，唔知天高地厚，再點樣美好浪漫咧都會出問題㗎。所以咧，我哋要用道理嚟應對我感情，用智慧嚟領導感情，用正見嚟處理感情，用正念嚟規範呢個感情啊。佢話佛世時咧，摩登伽女咧，因為咧迷戀呢個阿難尊者，經過佛陀咧起考導化，終於咧就覺悟啦。佢話覺悟咗咩咧？愛係苦嘅根源。蓮花色女咧喺感情嘅世界裏咧受到呢個創傷，所以咧玩弄愛情咧就為去報復啦。咁後來咧經目犍連尊者咧就開導，終於咧就認識咗不當嘅愛咧係罪惡嘅根源啊。於是咧迷途就知返啦。咁仲有啦，佢話世間上咧有幾多人咧為愛而犯罪咧？亦都有唔少嘅人咧將男女之間嘅私情小愛咧升華為對國家社會嘅民族大愛啊！革命志士咧林國民咧，佢以愛妻子之心咧就愛天下嘅人。佢話故能夠慷慨就義啊！抗日英雄張自忠，佢以國家民族嘅大愛為重要啊，故此能夠犧牲咧個人嘅小愛，而以公貞報國咧成為大愛嘅。佢所謂咧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果為咗自由故咧，兩者咧亦都可以拋棄嘅。佢話其實咧呢啲係有情有義、大情大愛，係大慈大悲嘅情操。所以一個人咧，什麼都可以失去，但係咧唔能夠少咗慈悲嘅。佢話有咗慈悲咧，若能再有智慧為道嘅話咧，則喺愛情嘅路上咧，必能咧選擇呢個紅綠燈嘅行為啦。否則咧，愛河千尺浪啊，苦海萬重波。佢話稍有唔慎嘅話咧，必然咧就沉淪呢個苦海啦。佢話希望咧天下嘅有情人咧，就千萬唔好咧喺愛嘅苦海裏邊咧滅頂咁樣。哇！真係呢個愛情紅綠燈啦，
大家聽咗咧，真係原來包含咗咧咁多大道理㗎。哇！真係犀利啊！原來佛經咧，所有好多嘅佛經咧都講過愛情紅綠燈呢一樣嘢㗎。咁啊，大家咧聽咗又領略到幾多咧？嗱，我真係咧要睇多幾次咧先能夠明白嘅。咁你如果能夠領略到嘅話，可唔可以留言話翻俾我聽？究竟呢個愛情紅綠燈咧，阿星雲大師所演繹嘅話咧，其實話咗俾乜嘢俾大家聽啊？好啦，咁啊呢度又到呢度啦。嗱，多謝大家咧睇我呢個佛在星雲啊！記住點讚、收藏、轉發，我就會為大家咧講更加多咧星雲大師著作裏邊咧一啲文章㗎嚇。咁好啦，喺呢度同大家講拜拜啦，拜拜。